大家好啊！今日就嚟到10月23號，就係星期四嚟嘅，就見到指數方面嘅話咧，就係今日係上升啦，就係高開25,718點嘅，全日咧滯住升嘅有咧，最後收市就係報25,967點，升186點啦，總成交就係報2,450億嘅。就見到成交方面嘅話，呢幾日都係維持到啦，所以就我自己最睇好嗰隻咧都係隻388啦，同埋短炒方面嘅話咧都係繼續留意住就係2628嘅。始終咧，你嗰呢排呢啲資金其實美股都開始咁樣嘅，其實你呢排啲資金咧係開始衝翻入去咧嗰啲避險股啊，即係嗰啲低 beta 股份咧，而我自己就覺得港股都同樣啦，就係衝翻入去啲傳統股啊，所以就短線啊，如果係純短線嘅話，就2628我自己覺得都係睇好嘅。另外咧就如果大家係短炒下嘅話，都可以留意住就係 Intel 啦。Intel 方面嘅話咧，就今日收市後就出業績啊，同埋如果大家係 Patreon 會員就知啦，琴日咧我係開始咧係做咗隻金嘅好倉嘅，而金方面嘅話咧，我自己就覺得短期啊，其實係見咗個底位嘅，而我自己咧就係睇升嘅，不過就大家要留意住啦，就係我係琴日已經開始做㗎啦，即係暫時咧已經係賺緊錢啊，即係賺緊1%。如果話計正價嘅話咧，就係賺1%左右咧。而我自己咧就係睇佢嚟緊咧係會突破翻上去嘅，因為咧始終其實金方面我自己真係就算打完仗嘅話咧，其實我自己就覺得啲資金咧都係會繼續衝上去，而其實好多嗰啲 commodity 就嘅特性咧，就係好多時候最後咧，你牛市最尾咧係會升到你唔信啊，即係你會升到好快、好快、好快啊！而其實你而家金價方面嘅話咧，仍然都未見到呢樣嘢。雖然其實10月頭已經係升得比較快咯，不過我自己就覺得其實最後嗰個一個升浪咧，有機會咧係會升得更加快嘅，即係咧有機會咧係幾日之內咧係會升大約係500蚊啊，甚至1000蚊左右嘅。而我自己就覺得其實金價遠遠都未升完嘅，而我自己咧就覺得金價方面前幾日咧已經係做咗底位，不過就重複下就好倉方面嘅話咧，我自己已經琴晚已經開始做㗎啦，而係咯，如果大家係想睇翻一啲即時啲操作嘅話，就可以 join 個 Patreon 咧，就至於現價係應唔應該再高追咧，其實我自己真係唔識講嘅，因為不過咧就我自己咧都係繼續持有住啦，而我自己咧都係繼續持有住金嘅好倉嘅。Intel 就同樣啦，就大家就可以睇下今晚業績方面有冇啲特別嘅地方啦，不過其實我自己咧就唔係太着重佢業績嘅，因為咧其實呢啲都係消息股嘅，而都係炒翻消息啦。而其實你話業績方面對佢其實整體影響唔太大，反而咧其實如果係美高梅啊 OXY 嘅話咧，其實呢啲咧就對佢業績影響真係大嘅，因為咧其實你美高梅嚟做例子啦，其實你如果佢嗰個盈利方面，即係突然間係嗰個賭收方面，突然間個 turnover 係縮1成嘅話、2成嘅話咧，其實間公司真係有問題啊。不過咧，其實 Intel 方面，就算今一季業績係差嘅話咧，其實佢都係睇佢未來咧，而大家都係睇緊佢消息面啊，即係咧嚟緊美國政府合作跟住 Nvidia 合作咧，會唔會對佢有啲幫助咧？而我自己就覺得市場方面嘅話咧，都係炒緊呢樣嘢，所以就我自己就今晚個業績其實我唔係太驚嘅，不過就暫時市場啦就係 IV 都抽高咗啦，所以就應該市場都係炒緊呢樣嘢，而市場咧暫時咧都係搏緊呢隻。不過我自己咧其實呢隻對我嚟講咧重要性唔係太高嘅，而暫時咧我都係繼續持有住佢嘅好倉嘅。就港股方面嘅話咧都係2628啦，就 commodities 方面嘅話咧都係繼續留意住啦，就係隻金嘅。而我自己就覺得其實係咯，金方面嘅話仍然都有個上升空間嘅，就係咯都冇乜特別啦，就幾有上我都唔係投資建議啦，就意見只供參考嘅，大家聽完之後話想做任何粗略部署啦，就投資涉及風險啦，任何收益或者損失對本人無關嘅。好啦，就講晒，拜拜。